OK， 好，OK， 3袋褲袋啊，冇問題。係水低收得嘅，冇事，水冇乜嘛？你哋兩個識唔食煙啊？唔係啊嘛？好多張中銀卡喎你。舊咁啊，都係唔貴嘅。全部唔見咗係嘛？係啊，跟住又補翻，跟住係啦，又揾到翻喎，跟住又本身都冇用㗎啦，舊嗰張都係咪啊？係啊，冇用。上一手，等先，你叫咩名啊？陳冠中咯。啊，陳咩？陳冠中。係啊。哇！天氣咁熱，行邊咪好辛苦咯。係啊。哦。都攰㗎。好。誒，呢個係做咩啊？排 code 啊。係啊，嗰啲證件嗰啲咯。聽 code。係啊，聽 code 證件嗰啲。嗰個新年。係。新聞你記得嚟？咩新聞幾號？新聞碼。你哋而家問冇事嘅。應該可能春牛化。講新聞幾號？新聞證我唔記得喎，因為我冇留意睇咯。出真係記得。出咗期。琴日中午，兩個阿蛇喺例行巡邏期間截查一個市民，並要求對方出示身份證。今次查身份證同過往類似情況唔同。今次事件中，阿蛇主動表示願意俾市民錄影整個查身份證過程，展現高度透明度。從影片可見，得出兩個重點。第一個重點係展示呢兩個阿蛇光明正大執法，阿蛇從頭到尾都容許市民拍攝，證明執法過程公開，無懼公眾監督。之後檢查身份證同埋隨身物品嘅時候，阿蛇態度亦屬正常，未有過度搜身或者唔合理要求，完全符合程序。第二個重點係被查嘅市民同阿蛇嘅態度成對比，因為阿蛇詢問該市民嘅基本資料，例如身份證號碼、出生日期，呢個市民就話唔記得、冇留意等等理由回避。呢啲反應令人覺得呢個市民唔配合檢查，同埋市民嘅反應同阿蛇態度形成鮮明對比，反而凸顯阿蛇嘅專業同克制。呢件查身份證事件中，全程未有衝突，阿蛇態度良好。最終阿蛇查完身份證收隊走人。其實今次事件正好係香港警察一次絕佳嘅形象宣傳。過往網上大量批評警察執法態度，但今次影片清楚顯示，只要阿蛇依法辦事，態度合理，市民根本冇理由抗拒。呢兩個阿蛇由頭到尾保持冷靜，即使事主明顯玩嘢，佢哋都冇惡言相向，反而用專業態度完成檢查。更重要嘅係，阿蛇唔怕俾人影，仲主動接受事主錄影，咁就證明佢哋對自己嘅執法程序有信心。呢種透明度，正正係市民最想見到嘅公平、公正、公開。如果每次查身份證都係咁，仲邊會有人話阿蛇濫權？所以香港警察與其花錢賣廣告，不如做多啲呢類真實執法影片，等市民自己判斷。今次事件就係最好嘅例子，只要你做得好，市民自然會幫你加分。